在地上大条来看高雄的小港机场，今早起一只要飞乌去那挂柜轮机，有旅客去入了后，煞呛讲家己行李内底有藏一粒芭乐弹，随后警察带转去问过，移送法办。因机场方面嘛是赶紧佮甲旅客佮请落来，全部佮定扫过、定过检查。一撮最后是晚要2点钟才通出发。春桂林通道航警大动作进入机场查看，因为一个56岁姓沈的旅客讲，家己行李内底有手榴弹。上机的痛苦在于他们做确认的时候，客人就突然说出这个话，但是实际状况还是要由航警去了解。当时是服务员在帮忙放置手提行李的时候，然后空服员问沈南说，有没有携带水？那水有没有关紧？那沈员当时就回答空服员说，行李没有水，但是有手榴弹。代志发生伫人来去去高雄小港机场，2早起一台原本9点45分飞日本乌克兰的虎航 IT-188班机，航警局接到保安现场会安记录，启动航机部列部紧急应变处理，幸幸旅客甲太太拢被替管，其他170个旅客也爱落来重新安检。为了大家自己人身的安全，下飞机，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做法。确认安全无问题了后，旅客11点11分重新登机，航班延误将近2点钟。消息传出来，也互机场其他旅客共去感觉行为不可取。会受影响啊，就觉得好像玩的也是有点不安心啊。会，但是又会觉得说，哦，还好险，只是恶作剧。县政府提备大庭航警局调查后续，会照民用航空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航警局表示，散布危害飞行安全的不实信息，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者是100万以下罚金。提醒唔通黑白讲生笑，若无唔拿旅游报销，还佫爱食官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